收看《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哇，好热闹冇唔哦！错哦，今日那个乡亲朋友哈，全部都有眼福了。用板讲。今日个表演动精彩啊！哦，嘿呀啊，我以为想说你又要夸奖我什么了，结果是说表演东精彩。好啦好啦，今日动分去啦，做得看到那个乡亲朋友吼来表演，来拿奖金，哦，今日先来介绍那个评审欣赏，曾敏竹欣赏，魏生雄欣赏，钟凤仪欣赏。3位的严格把关的评审老师，他们3位呢，的确相当的严格。你去高一，喂，无啦，我们2、3冇要紧啦。今边的选手朋友哈，虽然讲能真厉害啊，你们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不过今边的。相同嘅通过人3位严格的评审审查嘅考验，拿奖金嘛啊！夹来看那个第一组嘅表演。来，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
重赏欢迎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简单呢。哎，黑魔功的法吼，可能就不会停吼。啊，你没有教我们要怎么试试看？恭喜上你哈。哎，哦，你之前有学过哈？你用反应。冇办法，你用两条看。哎呦！哎呦，安利会，安利会。这个不简单哎，冇简单，冇简单。对，出来手就会变这样。要练呐，要练张杯。哎呦，按用练一球诶。练差不多半年。哦。没事的时候就要一直转，张杯孙啊。给你要转，你要有一只口诀。什么口诀？没事一直转，没事一直转，没事没事一直转，一直转，没事没事没事一直转。哎，老师，我想请问你哦，那这个表演呢，通常你都是在哪里表演的？哈，我们通常有在艺术馆，也有在那个各个弱势团体、育幼院那边，我们做公益表演，也是一直转，是也是一直转，其实很可爱啊。然后，哇，你们就算表演完了，你们的姿势还是不动哎。对，我们有，为什么那么专业？基本呢，你练一版，你练一版迄八十个学生的，听听哦。那我们整团有20-30个，还会陆续增加吗？会啊，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好，那如果加入这个团，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要先练这个？当然了，我们老师说这叫基本动作。按用起要算呢，脚要算啦。以轻微起啦，也要先上轻微起啦。好了，来谈看啊。曾老师，基本的基础动作做得出来，对啦。啊，你要加上民俗舞蹈。民族舞蹈、柔软的功夫这样子哈，所以那个身价就要先让自己的身价稳定，哈，稳定度要做得好，係啦，唔係講客家人是會唱歌嘅天啊，哦，客家人吼閒啲啊，要嗰種嘅禪聲啊，嗬，是啊，法板門乜嘅都做得好。對啊，係啊，有啲人會彈琴，有啲人會吹唱，咁樣嘅嗬，所以講做呢個節目同好，大家積極報名去參加嗬，向錢同樂會哦。冇唔錯哦。你期望嗬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要做得去積來報名。好，剛剛你就嚟積來看分數，老師請給的。太花愛采該美淡那心。我們一起來哈，愛那酒窩，愛那神龍，做呀把情濃啦。啊，白香豆吼，一打在鑼鼓店吼，你比較適合呢。對。夾夾的看分數，老師請給燈。呀，我都8角金得到幾多分呢？15分，滿分。哎呦，謝謝思夢。紅包，哎呦，15分哈，都得到6000條哦。謝謝。恭喜恭喜起立，很開心你們來哈。好，剛才咱就向下來看孩子的表演。
们这边请。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唔向你。弟弟，你学这个电子琴？弟弟，没有，弟弟，没啦，你莫哈动你呐。你才不要吓到人。妹妹啦，你听得懂客家话吗？他们是的。所以他刚刚那2句是爸爸或者是妈妈？妈妈 DNIV。妈妈啊，妈妈，哎呦，你的客家话一定是阿婆教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那个西米勇教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哦，你学钢琴，学这个电子琴多久了4年。4年哦，你今年几岁？8岁。8岁。哦，安永你国小4岁就开始学了呢。哎呀，算不出来了。懂腔呢。花的费用也不知道怎么算了。真给哦。对。那以后要好好学电子琴，要帮妈妈赚钱。帮妈妈赚钱，给阿婆用，好不好？好，成交。你看我对你多好。哎呀，对。好。好，来有请庄老师。我记得妹妹哈，她很认真啊。我看她在练琴的时候有没有，就是非常的专注，后生可畏。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那我们看评审老师给你多少分数，好不好？好哈，准备好了哈。好，来看一下评审欣赏。老师，请给灯。哎，17分。我以为你还想要来个什么加分题，对他可以再弹另外一首给你听。嘿呀，小妹妹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哦，你得到我们15分，你知道有多少钱吗？不知道哦。红包这个里面有2000块哦，好不好？你有开心吗？谢谢你今天来哦，下次还要再来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看下一组的表演。什么感觉？哦，不要，李世忠，来，哎，排李世忠出来冲国位哦，猛冲嘞，哦，第一摆小出来创嘿，但是对个大部分副较多啦，是这个创的机会较少啊。哦，啊，你是这一团的主唱嘛？主唱。哎呀，一团就你御用的。没，那个咖啡第。但还有2隻團，一個山歌班，快樂山歌班，還有一隻個傳統樂器班嚇。快樂山歌班，然後傳統樂器班。哦，
学转去以後，又會傳承下去阿公阿婆到孫兒孫女。像阿公又帶動有咧螺絲人有冇？伊嘛傳承，對不對？嘿，談講螺絲阿公嘛有提下片衝嘛？對呀，前理事長，前理事長啊！阿公你多才多藝哦，這個是我們那個山歌小王子羅世恩的爺爺。阿哥。對，是還會分算嗎？還會分算嗎？是誒，唔會見嘅，唔會分算嘅。細唔會見嘅，太下唔會見嘅。他的孫子羅世恩呐，哦，每次唱歌的時候呢，就會這樣子站好，然後音樂下的時候，他就會開始這邊搖，這邊搖，這邊搖，這邊搖。那首歌呢，3分鐘就搖3分鐘，5分鐘就搖5分鐘。之前叫他唱王昭君，不得了了，搖了10幾分鐘，20幾分鐘，你全部充沛的哈。很厲害的哈，什麼你的阿公？哎，安子這樣哈，好。保養。繼續坐定啦哈，嘿，剛剛你嘅方案就唱一下《申瓊先生》。首先呢，對了新竹人客家傳統文化推展到研究學會兩位理事長啊，佢哋所付出的心力、盡心的地方啊，對佢啊非常感謝，非常佩服。希望我哋客家鄉親呢，能夠睇自家有佢哋強揚嘅心情啊，來為我哋客家文化來傳承到發揚。啊，至於今年有團隊表演啊，甚至講可能理事長兩位理事長強揚，有多少緊張？稍微一個瑕疵唔係問題，因為我哋係鄉親同樂會。我哋冇唔錯。保持咗愉快心情，和大家係咪要找個聯絡好默契的哈？因為新歌為很好，因為大家同樂會冇乜相關，仲講啊，大家快樂時候。演繹來安尼鄉親同樂會吼，來表演本大家看，把自己最誠懇的心哦表現給大家看，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了。錯嗎？嘿啊，是麼年理事長辛苦呢吼。那個評審欣賞吼，本來那個理事長還有兩團嘅弦樂班、弦鼓班啊吼，得到幾多嘅分數？請給分。1、2、4、5、6、7分，也是大分題嗎？又是永斌，好，因為對，什麼打鑼鼓為腳卡木款嘛哈，他足球的嘛，我們永斌來敲一下，你不要看那樂器哦，很簡單的樣子哦，你要那個兩隻手要去那個，隨便你打一下。我會填兩版吼，加1分進來，哎呦，好冇？好冇？好。但是有沒有加分不知道哦，好，我 Q 分哦。欣賞，我們一起來哈。那就愛那什麼，怎樣把情濃濃，才發會才改面但那心麼那悠悠。不準哈。理事長，分享到吼，一打鑼鼓店吼，你比較適合呢。對，還有練歌嘞。他唔講法咯，佢重名也可以。好啦，哎呦，你還給阿公拿了加分了。有你哦，滿分是5分呢。哎呦，這得到2000元嘅紅包。謝謝。哎呦，有歡喜啦哈。歡喜呢。好。今天好，嘿，理事長要唱歌誒，我記得咯，好，要打鑼鼓店，他才唱得進去。有簽名啦，哈，有就簽，歡迎可以，騙人都做唔到。歡迎來我辦行哈。我哋鄉親同樂會嘛動簽，親厲害、親精彩、親驚豔的線數的夾夾大天花報名。冇錯。還有哦。觀眾朋友，很能想要到現場來看的朋友，嘛歡迎您來看咯。冇錯，今晡日咪感謝呢個3位評審先生，辛苦先生嘅參賽者，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嘅收看。鄉親同樂會，大家來相會。
谢谢苏梦伦大家，记得咯，大天发报名哦，欢迎大家来，有请。